小时候，老人家告诉我，那座山是祖先们的战场，交代我lahilangan gaganatayan，就算失去家乡。长大后，我踏着遥远的足迹，寻找我们的回忆，注入我们的血液。Jumalak punya kuyu tas kasa， 他却说我们已经忘记方向。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你们没有人问我们是谁。血液、语言、文化、土地都代表着我们，都代表着我们。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是谁，你们没有人问我们是谁。祖先、山林、溪流、动物都告诉着我们，都告诉着我们。あの日の嵐どこ行ったバンドへの血なくなったあの日の嵐どこ行った堤防へのヘロでもなくなった你说我投机传统，你说我无法相通，你还说我们好似不存在的像一阵风。你问我到底是不是打样法烂，你问我到底是不是。现在我正在前往瀑布的地方，听说那边有彩虹的记号，我不惧怕没有尽头，因为我相信山林会引导我。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对自己不再迷惘，不再困惑，会逃避，会相信别人告诉我的，因为我已经知道。哇达西嘎达日，我是谁？说着我最喜欢的语言，最熟悉的语言，我爱它就像爱我的家人一样，如同它陪伴我长大成人，如同它对我创造了许多的可能，如同它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所创造，让我成为傲化的泰雅人。拉黑那达yan，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是谁，你们没有人问我们是谁。血语、语言、文化、土地都代表着我们，都代表着我们。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是谁，你们没有人问我们是谁。祖先、山林、溪流、动物都告诉着我们，都告诉着我们。あの日の嵐どこ行ったバンドへの血なくなったあの日の嵐どこ行った堤防へのヘロでもなくなったあの日の嵐